們不希望它變成一個非常官僚的一個氣息的建築物，希望它融入到這個環境裡面，它也就像一個轉角的咖啡廳一樣，可以讓市民可以來這裡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個的一個設計是朝綠建築那個迎擊的方向來進行我們屋頂除了太陽能板以外，我們也是3合1的隔熱，因為我們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們當時就沒有採用面磚這樣子的，會容易掉下來損壞傷害到居民的一個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塗料，這具有隔熱，也具有清潔制潔的效果。那另外整個的一个外觀造型，包括整個轉角這個區政大樓它是一個水與綠，它是一個波浪在進行的。到晚上的時候，有一個公共藝術的一個燈光秀，它跟花園夜市剛好可以呼應，有5種不同的一個表情會出現。各個公所的行政大樓就是我們地方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也是我們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個洽公的一個重要據點，包括民政、戶政這個新的行政大樓，還有包括托嬰中心，這個完全是符合我們對未來的一個規劃。那大家也知道，一旦發生地震、風災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公所就兼具了一個指揮應變，還有避難安置，還有救災救護的一個任務。所以區公所是我們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災防指揮中心，以及救災的一個堡壘。以最實質的行動蓋一個新的區公所，其實未來的路會更長也更遠，打造出一個安全然後具現代化的一個基礎設施，可以提供的服務功能會更完善。那未來的服務呢？比以前更加的一個便利，停車變得方便。那還有所謂的一站式服務，你要申請戶籍謄本、地籍謄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樓更設有我們的親子閱讀區，來讓洽公的家長們給孩子也有一個可以閱讀的一個好地方。停車場上蓋好。第2就是講，咱有托嬰中心。第3就是講，民眾要辦的空間有夠大。以前就是第1點要停車嘛無方便，即馬搬來這，無論倒一項啦會使講，大家都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接場。北區區政大樓總共要花3億6千萬，那其中中央補助9千萬，地方要自籌2億6千多萬，所以說可以說，第一個花費不少，第二個大多數是地方的錢，第三個事實上對於北區新的處所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幫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務品質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動的空間，滿足戶政、地政跟區政的一站式服務，可以讓民眾的洽公更方便，減少舟車勞頓。因此呢，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好朋友能夠來北區新的區政大樓走走逛逛看看，來接受奉茶，那也能夠來這邊洽公，一定能夠讓市民朋友們更開心，感受到政府滿滿的服務誠意。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5月29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行政院確定以沙崙、六甲以及柳營為核心，打造南台灣上完整的智慧機器人產學研究中心。議員游盈智在議會總質詢，都非常關心推動的進度，期待台南的產業金三角的高科技發展，對專門區有所幫助。要求市府愛配合中央，全力打造台南市成為智慧機器人的科技城市。面對智慧機器人未來將取代人類工作，議員游盈智歡樂科技公司的霸權競爭，恐驚誕生機器人反抗比人類更加聰明。對此，經發局長順勢回應，台灣自產排除紅色供應鏈，才能減少風險。當然，歡樂歸歡樂，因為中央確定以沙崙、六甲工研院以及柳營科技園區作為核心，
要打造南台灣上完整的智慧機器人產學研中心，馬福議員游泳池相當關心，詢問相關推動進度，期待台南產業金三角的高科技發展對站門區的幫助。今年呢4月份呢，佇沙崙遮呢，咱國家智慧機器研究中心呢，咱嘛揭牌啦吼。但是咱最近呢5月19，咱大家智慧創新呢研發中心呢，咱嘛已經佇這個所在呢啟用典禮啦吼。所以從去年7月初3到今年4月初10到這個物件對19啦吼。咱當時要當，伊講預計呢1816年要來啟動工程的招標作業啦，這時間會足久的。請我指我聽，請我指長。家己做報告吼，多謝議做的關心吼，這3個所在攏是足重要的。其實阮柳科3期已經在進入到報編的程序哈，預計到年底就會完成。那上重要是人才甲技術的問題，攏在迄個沙崙甲六甲這邊攏已經入來進駐啊。其實我們要啟動，就是在明年的部分就慢慢的廠商會進駐，然後有一些技術的開發跟人才都會逐一的進來。另外，議員嘛講，統計台南市廢棄石棉的厝下程度，有完要5萬棟，包括土木場甲風災過後一般加戶的申請案件。不過，伊目前規定每一棟只當處理1000棟的速度，煩惱愛當時才會當清完，要求環保局加速作業，降低對人體甲環境的危害。台南新聞軍籍林根採訪報道。議員朱正軒在總質詢指出，台灣的交通長期對着造化線、禁止跨越的定義過度的解讀，只要接觸到就會開罰單，所以伊建議市府修正執法的標準。市長甲交通局長嘛答應，未來針對一邊的車輛去對着造化線，將建議未來開罰單。議員朱正軒在總質詢以新興路、西門路口為例，因為道路設計甲車道限制，會當看見大客車司機經過造畫線攏一輪地過。雖然依照道路法規171條有禁止跨越，不過議員認為造畫線禁止跨越的法規無應該過度解說是禁止接觸，造成儕車主無辜被開單進行申訴。甚至引用日本的法規，造畫線會當地才是正常。呼籲交通局甲執行的市警局要有共識，若只有一輪駛過，無應該開單。這上面這是日本的街景啊，那我們引用的是標線改造台灣路這個粉專交通粉專，他提供的建議啊，他說潮化線可以壓才是正常的，是台灣的法規被超譯了。那171條要講的是禁止跨越。那我們現在台灣的做法是把它超譯為說叫做禁止接觸啊，接觸到都不行啊。所以我的建議是說，如果只有單側的輪胎去接觸到潮化線的話，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來檢討一下啊。但這些事情除了交通局，假設你們有這樣的認知的話，那剛剛你們那個新興路跟西門路口，它這個潮化線也就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了。它的目標是對正路型，還有這個限縮車道的寬度嘛，希望大家可以減速。那這個，但是你那一個東西要合理的情況下，是說警察的執法方面可以配合。那局長你怎麼看？這邊我們配合了，我們交通局這邊來做一個執法。那這樣是不是交通局還是警察局，誰要給誰一個函？我們會這件事情可以有一個具體的，由我們來主證，因為這會涉及這個法令的解釋的部分。那我想我們來主證，然後我們由警察中心整理國內所有的行政法院的判例。那我想我們會也要法制處來一併來共同研討。那我要特別拜託一下，現在還有好幾件正在申訴中的案件，可不可以一併幫忙檢討出來？如果是申訴中，我們就會先暫停，就是對於這個申訴結果的處理，我們會先把它停下來等我們這個研議處理完，再做一個一致的處置。另外，面對食毒教師適當來增加超過200倍危機，引發社會高度憂心。所以議員朱正軒嘛對民眾的應變、警方嚴格查客以及打擊源頭向市府建言。同時，強烈建議中央愛將號稱喪屍煙彈的二級毒品以脫米子列為1級毒品，應加重刑罰來降低對社會危害。台南新聞軍籍林銀根採訪報道。議員伊奈達利在總質詢針對2027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如何保障台南選手的權益，
以及嚴重欠缺座椅師資的問題，向市府請命。另外，2027年公益彩券基金將會縮減，議員嘛煩惱會衝擊到原住民長輩長照服務。對此，市長明確回應，預算並未拍折。根據政府評估，隨着少子化加高齡化，預計未來彩券的銷售將逐檔縮減，相對造成公益彩券的業務面臨減少壓力。對此，議員尹愛達理嘛煩惱2027年公彩基金的縮減將影響原住民長輩長期照顧，包括家護關懷、弱勢健康的風險輔助，以及老人目鏡的補助等預算，積極向市府爭取。因為原委會這個地方的家護關懷計劃等等的，是要用到公彩基金嘛，對不對？所以一減出來的結果，原民會就直接受影響了。包含家護關懷計劃會減少143萬多，弱勢健康照顧這個地方會少了14萬多，老花眼鏡補助會少了1萬5，總共加起來大概159萬左右。那這一塊沒有公彩了，我們得要靠試撥款了。所以預算那個預算書會寫上去嗎？預算有寫上去嗎？就是這邊簡列的部分，台南市政府自己得會請那個主計處特別把它注意一下這個。李處長在，賣搞什麼在？你講我是恐怖的，我是包青天的，賣搞剁掉啦，好不好？我們會注意，不是注意而已啊，你要 promise 啊。就是那個電視劇上承載，就是我們會請他們特別注意，然後希望把它你跟我拿這種東西都會占我的時間，你不要鬧了，你先坐下來啦。那個恢復啦，就會恢復啦。好，額度不打折啦。好 OK。如果耽誤你的時間，不打折就對了。謝謝。身為阿美族的議員尹愛達理會長嘛積極為原住民16族的語言傳承，強烈檢討現況師資也是嚴重欠缺的困境，要求加速栽培，並持續推動制定足夠的師資政策，以及北部族語分級教材加師資認證向市府請兵。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光採訪報道。台南市一間國小市生前校長遭受指控，在5天前處理有薪的教保員留任問題時陣，講出有薪不是免死金牌這款話，並且強行將之契約，涉嫌違反勞基法。另外，學校閣被指控延遲成交了通報，要求應甲教師就醫甲CR撤回工會訂正等等的情書。相關案情在5月14號被監察院糾正，所以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甲多位議員都召開記者會，要求教育局公開道歉，並且追究責任。教育局回應表示，會細心檢討改進，並且依法在2個月內恢復監察院。監察院已經有一份調查報告，針對龍許國小前校長的一些作為，還有包含教育局的一些督導上，有一些必須要被糾正的地方。台南市教育局產業工會在議員王家珍等人的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針對一間國小前校長處理有薪教保員終止契約事件，違反勞動基準法的法定定數，台南市教育局無善盡主管機關監督責任。監察院已經認定教育局違法，處理過程當中也閣講出有薪不是免死金牌等言論，反映出教育現場性別意識不足。我們這樣看起來，對於學校的行政作為，很常看到教育局就是輕輕的，就是這樣帶過。然後，但是對於老師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較嚴重的在懲處。那我們希望說這件事情不要再這樣繼續發生下去了，要求地方政府教育局給予一定的回應，好讓他們可以對教師好朋友們做該有的合乎相關法律人權的交代。工會指控該校長唔那對老師CR愛向工會提案，教育局對催收老師的清算以及複雜的行政程序攏有問題。一間只有11名教職員的國小，竟然有10幾件檢舉案。議員王家珍協助處理，也閣向公視關說。針對監察院的調查指證，教育局會虛心檢討精進，但面對一所校務長期受到相關紛擾、屢見黑函與陳情案的學校，教育局必須本於主管機關權責，依法進行調查與監督處理，才能穩定校務，確保孩子的受教權益。
該校經過教育局行政相關調查處理後，校務發展至今皆穩定運作。教育局回應，行政機關甲學校攏一定愛依法行政，當時已經裁罰校長12萬，而且案件還看儕儕面向，為着維護調查真實性，才無通知轟炸。對着監察院以及外界指證，會持續強化制度甲督導機制，安定教育現場。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推動 AI 甲機器人教育，擱再得到企業的支持。美商超微半導體台灣分公司捐贈31台 AI 筆記型電腦，予台南市政府，將放佇台南市 AI 創客中心，支援師生進行機器人操作、AI 應用甲科技的課程。AMD 台灣分公司來到台南市政府捐贈31台 AI 筆記型電腦，由市長黃偉綽代表接收，同時頒發感謝狀，感謝 AMD 發揮企業社會責任，以實際行動支持台南科技教育，協助打造更完善的 AI 學習環境。蘇姿豐董事長，他是台南出生，的傑出子弟，那。他之前前幾天來到台灣，因為沒有機會、沒有空來回到台南哈，但是呢，他的心意我們都感受到了。盡我們所有的 resource， 讓我們的教育是可以從很底下生根的，然後讓他們可以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很好的AI 的啟發跟整個 STEAM 的 education， 然後為我們奠定台灣的下一步。台南市這幾檔持續建設所謂甲 AI 學習環境，推動 AI 甲定式教育，導到強化校園智慧教學設備。而前第一批50台高效能 AI 筆記型電腦陸續到位，提供查經 AI 教育重點學校之外，這回 AMD 的 AI 筆記型電腦將配置在台南市 AI 創客中心，改善每個學校的電腦教室改成 AI PC。那有的學校的班級可以用 AI 的筆電，然後把一些比較高運算力的，就在老師的教室裡面，就不用學生都要進到資訊中心。教育局表示，台南有計也會採購2000台 AI 筆記型電腦，強化 AI 教育能力。這屆 AMD 所捐贈的 AI 筆記型電腦，會當寫程式、模擬測試、資料分析等進行學習。希望透過善用各界資源，持續深化台南培養機器人教育加 AI 應用等課程。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隨着天氣愈來愈熱，台南出名的蚴仔餅也開始搶佔市場。國華街一間餅品店推出愛文蚴仔餅，只要49塊。安平的餅果色、超大分量的蚴仔餅是遊客翕相拍卡的人氣商品。閣有業者佇個蚴仔餅頂面加上芋泥糕、加砂糖，閣用火烘過變成炙燒蚴仔餅。而且除了傳統的串餅、酸亞酸麒麟，搭配着地動的新鮮組合，嘛真受到消費者的喜愛。刨冰淋上濃郁芒果醬，還帶有新鮮芒果丁，最後澆上一圈煉乳，頂端加碼一球冰淇淋。這杯澎湃的外帶芒果冰大功告成。讓人驚訝的是，結賬50元有找。這家店位在台南美食一級戰區國華街上，老闆給料超大方，主打方便的外帶杯，憑着超高 CP 值，迅速在網絡爆紅。很便宜，之前來好幾次都沒買。50塊剛剛好啊。不會太貴啊，在這地方是屬於就是可以邊拿走邊吃的，就是一個冰品。等下我們在設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後面會變成
冰沙，比如說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用喝的。除了平價路線搶勢，也有店家主打創意口味，口感綿密的芒果雙麒麟搭配 Q 彈茶凍的新鮮組合，清爽又有層次，受到不少消費者喜愛。店員忙到幾乎擠冰擠到手軟，還有業者推出話題十足的炙燒芒果冰，一大碗的剉冰鋪上芒果塊，淋上一大匙的奶蓋煉乳，接着撒上砂糖，拿起噴槍炙燒，焦糖香氣瞬間撲鼻而來。不止口感升級，炙燒過程更是吸睛，不少客人還沒開吃，就先拿起手機狂拍。他們芒果吃起來甜度很夠，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燒，然後上面也會一點奶油的感覺，吃起來會特別的搭。因為今年真的特別熱，所以我們把芒果烤焦了，其實大概看起來應該至少1到2成是有的。而在安平超人氣的南泉冰果室，同樣靠着浮誇系芒果冰吸引大批人潮，現切芒果鋪滿整碗剉冰，多到幾乎快掉出來，上頭還豪氣倒扣一整顆布丁，超狂分量加上吸睛視覺效果，成為許多遊客到台南必拍必吃的人氣冰品。現在芒果很甜啊，它天氣炎熱，它吃這個我覺得剛好。隨着天氣越來越熱，台南的芒果冰大戰也正式開打。從平價高 CP 值、創意炙燒口味，到浮誇系打卡冰品，各家業者紛紛端出自家招牌，鎖定不同客群，不只搶攻民眾味蕾，也要搶攻夏季消暑商機。記者邱懷婷的報道。又到了畢業的季節，嘉南和平國小附設幼兒園的畢業生，今年收到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學校安排學生坐上喜羊羊88號，為海上看回來家鄉和平島，翕下非常難忘的海上畢業相片。帶着興奮的心情，基隆和平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小朋友們登上喜羊羊88號，進行最特別的畢業拍照行程。很開心要去做開畢業照，我很開心我們要坐船去拍畢業照。我等一下要把這個送給團長，等一下可以看到漂亮的大海。我有 see the fish。為了這一次拍攝，也希望孩子們有勇敢冒險的精神。船長 Alan 開出生財工具，帶孩子們去尋找海上秘境。這份對家鄉的愛，就是最好的身教。等一下，我們會帶他們到海上，就是一個秘境探險觀光的一個旅程，這樣子。那希望他們畢業之後也可以有這種冒險犯難的精神。那這一次的畢業紀念冊，我們學校用特別不同的方式，把我們和平島的海景，把我們和平島的名產，通通拍攝在孩子們的畢業紀念冊上。相信這個畢業紀念冊會讓他們永生難忘，也可以當成我們和平島最好的一個導覽指引。讓海不只是背景，更是血脈的一部分。這群和平島的孩子在乘風破浪中拍下了最驕傲的身影，也為自己的童年留下最美的回憶。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2026年國內百貨業商戰開打，北中南都有大型商場要開幕。全台未來4檔將出現新的百貨商場，其中規模超過5萬平大型百貨商場都有4座。中南部已經變成百貨業新戰場。2026台灣百貨業將迎來新一波開幕潮，預計有至少3至4家指標性大型商場登場，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與高雄。市場預估營業額將突破5000億元，而高雄鼓山龍16、鳳山衛武營旁等將有3座百貨購物商場陸續完工，可望為當地生活圈帶來發展。生活機能是一定有幫助啦，生活上的便利性，但是當然我也很擔心啦，就是交通的問題，因為這邊的道路並不是很寬敞，所以呢，不曉得會不會造成交通問題，這要到時候看整個的那個配套措施。對這個生活機能應該不錯啦，因為這帶動地方的繁華啦，
而且大路口開無有可能大家有去加一個所在佚佗啦。會啦，一定會啦，會啦。啊，你人這報的這人啊，這人就帶動就帶動起來嘛。其中，位於鳳山衛武營旁的購物商場高達6.2萬坪，預計在2026年第4季開幕，為結合購物、餐飲、娛樂一站式體驗的休閒購物中心。中南部確實已經成為百貨新戰場哦。那這一波不是單純的商場，而是城市的一個升級哦。那以異想天地2館還有連上亭35商場哦，鳳山3景購物中心為例，會帶來3個影響哦。第一就是人流的投入哦，那讓原本的住宅區變成生活圈。第二就是整個商業會升級，吸引品牌跟就業機會。第三就是房市的支撐，那周遭的房價跟租金都會有支撐哈。例如我們像現在高科技產業往中南部擴張，那像高雄市都市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的成長，還有包含房價的因素啦、就業機會等等，還有一些政府相關大型的一些計劃，其實都造就了我們目前人口由北往南來轉移。商業重心不再只局限於台北市，中南部已成為商場擴張的新戰場。由於科技業往南部擴張，從都市結構變化、房價因素、就業機會、大型投資案等，造成人口由北部向中南部外移的趨勢。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5月29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你聽過只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只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發現火災時，當你看到濃煙了，請盡速將房門關上。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
你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